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要拼今年底，予大巨蛋完工营运。今仔早起有10外台北市议员去大巨蛋考察，无论是针对人工的草坡啊，佮有以外设施哦，佮有争议。阮向是表示讲，会等下球队实际来遮试拍，才佮来做调整。工人伫咧大巨蛋场内一直赶工，一班3000外平方公尺的人工草坡已经铺好啊，有7公分高。台北市政府要拼伫今年底，予大巨蛋完工营运。内华乡也个侪位区、应援区拢差不多啊。陈慧宇议员早起去考察。我们大重点是在于人工草皮，然后座椅颜色的部分，以及我们最重要就是未来如果有发生灾难的时候，避难逃生的路线。草皮的防护，让我们的球员啊，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在比赛的时候不会受伤，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所以我们特别是关心这个人工草皮，还有它上面铺的这个沙的细致度。除了确定道线的路线敢有顺，大巨蛋内面的浅色的椅啊，是不是影响球员找球，或者是造成反光的问题？阮向集团回应讲，因为即马外接的临时电加电火，落予整体看起来效果无啥共款，所以等球队实际拍刷了，再过来做调整。看到的灯光都还是所谓的临时电。那色温也都不一样，所以会请这个球队来打完，那确认灯光打下来，色温 OK 的情况之下，看在比赛状况中会不会影响，我们再来做调整。大巨蛋采取分区启动营运，第一期已经伫今年4月18完工，目前正伫咧勘验改善，按算112年7月摕到使用执照。针对部分议员质疑大巨蛋的体育活动可能比演唱会或者是其他表演较少。提出体育局回应，大巨蛋的体育活动比例将会对第2年到第4年的57%，增加到第5年开始的65%。记者综合报道。